下来继续来看台南的南区一间国小的电箱常常爆炸导火，原来是有家友把这个电箱当作是私人的厨啊，伫咧内底放真侪用品，结果去卡到高压电，怎啊爆炸烧起来？一寡衫裤烧了了，伊家己嘛有30趴的烧烫伤，搁造成学校来停电。 民众听到爆炸声音，搁看到火光，一位查甫人脱把体徛伫咧边遐，没偌久救护车就赶到危险。你是在身上浇汽油是不是？有雷被电查甫人身上真侪所在烧烫伤，照附近的水管浆水，救护人员嘛赶紧用架子到处理空水。叫什么名字啊？台南县。 但是你没办法联络到他们，他应该是很痛啊，对不对？查甫人较只片拢碰泡，拍伫咧烫架，赶紧送到病院治疗。后续了解，原来只是当地的家友。那经我们救护人员评估为背部及手肘都有2度的烧烫伤。昨暝，这一位姓黄的家友，甲台南南区一位国小的电箱当做伊私人的厨房，甲家伙拢蹲放伫咧内底。敢若拍开电箱的时阵，无说立刻吸到高压电总爆炸。他今天最恐怖的事情，他已经把它塞到我们的高压电水果纸箱，还有大概2、3包大型垃圾，甚至有一个垃圾是吊在空中的，一看就知道是用抛进去的方式，所以那个很危险，可能就刚好那一个动作是不是导致整个学校的这些电力设施？所以今天透早学校大停电，紧通知台电来修理，才看到电箱内底拢是家友的家伙，啊电箱平常时啊拢锁咧，伊到底是安怎拍开的？箱子它是通用的，所以你如果有一把通用钥匙，几乎就可以打开了。伊有锁啦，伊也是通用型的。手被敲开回水部分，敲暂不提告。这一位家友这10年拢出现伫咧附近，学校逐个月拢会检查电箱。顶个月无发现家友囤私人物品，怀疑对方敢若有通用锁匙，才有法度甲电箱拍开。台电就提醒民众，平常时啊莫去开电箱，才袂去电着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